堂的学生啊。再敬你一句，娘娘。
敬牛兄，等来你的用事，迄个兄啊，比啊情，天地修兄啊，在乎的情。故乡的背地哦，狗的天啊明。刘洋，刘洋，贤弟，你为何离开我？我无你离开。贤弟，你为何离开我？人心啊，人心，你实在超无良心。咱两个人结拜同一条心，你突然变心，哎呀，放下我，让我伤心。我实在真不甘愿的，你实在真无良心啊！刘哥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无离开，你要安怎应答？那你我不要离开，生生死死，也不分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，敢是另外有原因的。玉英啊，英台改扮男装要去杭州读书，这是老爷的意思。英台伊家己心内明白啊。阿嫂，请你将话讲话清楚好。阮堂的学生啊。来出。